伫个国小幼儿园小朋友活力的表演，为今年南区贯穿年会大家活动宣传记者会来揭开序幕。现场选伫个南都里活动中心来举行，有着市长黄伟哲、甲着南区区长肖秀华，以及各里的里长、甲着议员民意代表共同出席，为活动来宣传。这个眷村年货大街，除了保留眷村的饮食文化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让更多的眷村美食得以延续，让更多介绍给更多的好朋友知道。因此呢，我们特别也谢谢我们许多的好朋友哈，大家一起来让眷村被看见，尤其让眷村的美食、眷村的年货以及眷村的文化被看见。那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眷村年货大街了，像在永康好像也有哈，还有现在南区水交社，这些都值得我们努力的再去推广，好让台南作为美食之都，其中一定不能少掉眷村这一块。南区区长肖秀华表示，今年南区的贯穿年会大家，以着2个场合跨时段的方式来规划，分别有着明德甲着新生2个里办公处接续来办理，要让市民伫个春节进前，一改体验南区多元又个丰富的贯穿年节的采买气氛。我们南区的年货大街是最有年味的，那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好几年。那这一次的话，我们一样结合我们明德里办公处跟新生里办公处，预计在1月29号，也就是下礼拜四开始，为期10天的一个年货大街活动。那第一场我们是在水交社文化园区，由我们明德里办公处所主办。那是从1月29号到2月2号。那接续由我们新生里王安国里长所主办的会场是在市立棒球场旁边的一个空地。那从2月6号到10号。那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到我们南区来采买年货。活动现场还有新昌里大饭店婆婆妈妈上菜秀的表演，为活动来带动气氛。而两边还有由明德里甲着新生里办公处邀请来各式的年货，有烟肠、腊肉、南北货，甲着各式的酱菜、糖仔饼等。市长欢迎市民把握1月29到2月2号。伫个水交社贯穿文化园区，以及2月6号到10号，市立棒球场边的广场，贯穿年会大家，感受热烈的年节气氛。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